Harvard 台语101 Harvard 大学台语教授李钦华编导。第一课，小借问。第一，对话。对话一，熬早。老师熬早。熬早，食饱未？食饱，你敢食饱？我嘛食饱啊。对话二，多谢。你好，你好，咱开始来上课。我讲台湾话，你听有无？听无？请阁讲一摆。我阁讲一遍，安尼听有无？听有啊，多谢。免客气。对话三，再会。大家午安。老师午安。时间已经到啊，即马下课，再会。再会。第四，新词。老师、学生、熬早、食、饱、你、咱、阮、我、恁、伊、因。开始。上课。听。安尼。看。有。无。读。免。客气。逐个。大家。逐家。午安。晚安。时间。即马。下课。再会。第五，句型练习。句型一，老师你好。老师我听无。老师我要先走。老师失礼，我迟到。老师我有问题。句型二，你听有无？你食饱未？你好无？
即马下课未？你毕业未？句型3，你敢读了啊？你敢食饱啊？你敢听有？老师敢来啊？老师敢走啊？学生敢拢台湾人？句型4，请你读，请你对我读，请你搁讲一遍，请讲较大声咧，请坐。句型5，搁讲一遍，搁讲一摆，搁读一遍，搁读一摆，搁问一遍，搁问一摆，搁看一遍，搁看一摆。